让学生、老师和家长都动员起来。票务、文宣、整体设计，还有摄影团队的运作，早在半年前开始规划，完全比照专业级的音乐会。当他自己亲身去做过这样的音乐会，他了解这整个过程，然后他也苦练，他也练习，然后他付出之后，他才会了解说，哦，原来今天在国家音乐厅台上，每一个人他们都是这样过来。一次完美的表演得历经多少细节，学生们从师长和父母的投入里看见，如同他们自己苦练，从指尖流泻的每个音符，没有马虎的空间。做事情不可以太草率，要细心一点。练琴像练功，汗水和泪水都少不了，能力就在一首首高难度的曲目中被锻炼出来，练出全国音乐比赛特优第一的实力，此刻在舞台上发光。表现真好，继续大兵啊！校长说，我说表现很好，校长说继续大兵，继续。即使是排练上了台就全神贯注，仿佛有种能量在大人小孩之间传递，那是为完成一个共同目标单纯的努力和拼劲。无论是做什么工作，一旦承诺，他都必须要全心全意，因为这不是对自己的承诺而已，而是对，尤其是这是一个乐团，这是一个团体。依照国家级艺文展演的规格，认真的办一场音乐会，孩子也从过程当中学习到远超过课本知识。表现真好，继续大兵。表现真好，继续大兵。